神今日問我要什麼，我願神並他的家成我生命，每個階段決定，都願與他的心意緊緊連於一起。生命真諦不是世界的評估，我的生命是在主基督耶穌裡，他是愛我，為我捨命。倘若我今日求神，只願他完完全全的得着我生命，其他的配樂，只願更顯基督的心意和他的家。生命真諦不是世界的評估，我的生命是在主基督耶穌裡，他是愛我，為我捨